年啊，这样算起来，徐王老师这个搭档也应该是50年。那么除了这对老师以外，在学生辈儿当中，你知不知道哪一对的搭档时间最长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一对宝带的黄金搭档，著名演员钱惠丽、单养平，欢迎两位。钱惠丽，著名徐派小生。就《红楼梦》舞台演出的场次而言，钱惠丽绝对是一位创纪录的贾宝玉。从20多年前在诸暨算起，直到后来成为上海越剧院当仁不让的贾宝玉，至今他已经演出《红楼梦》达1000多场。就是那清宫倾城的马。从1987年开始，钱惠丽与单养平就成为观众心目中最喜爱的宝带组合。单养平娴静温柔的舞台形象征服了无数红楼迷，让她成为又一位深入人心的林妹妹。咱们问一下，两位合作有多少年了？21年，准确的说21年， 20多年了啊。那时候你们都多大年纪啊？24、5岁。我听说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，你们俩是分属不同的院团。是，我是浙江诸暨越剧团的，我是那个桐庐越剧团的。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的？我听说是参加一个比赛。1984年的江浙沪大奖赛。我们两个认识了。那当时你演的是？当时我们两人我演的是哭灵，他演葬花。我演葬花，他是葬花，您是哭灵。但是那个时候您就是贾宝玉，他是林黛玉。但是两人还没有同台一起演出合作过。20多年前，演贾宝玉的钱惠丽在诸暨，演林黛玉的单养平在桐庐。1984年，两个年轻人因为参与江浙沪青年越剧演员大奖赛，偶然相遇在上海的越剧舞台上。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，几年后他们会成为一对合作了21年的黄金搭档。他的得票是92841份。有趣的是，两人当年的参赛剧目都是《红楼梦》的选段，而他们也凭借自己卓而不群的实力脱颖而出，并列大奖赛2等奖。他的票数是72968票。当时的评选完全由观众投票产生，足见上海观众是多么喜爱这一对小宝带。那个时候认识了以后，有没有一种闪念或者感觉，说哎，没准我们俩以后会有机会？有过没有？我只觉得养平蛮好的，就这种感觉。因为当时那个惠丽演那个宝玉已经很出名了嘛。我说呢，有机会能够跟他一起合作那个《红楼梦》该多好。我记得那时候他在那个大奖赛的时候，我们在空隙的时候，他在洗衣服，对吧？穿了一套白的衣服，然后我就过去跟他在聊天，两个人。倒也没聊什么将来，我也没想到将来会在一起合作那么长时间。说到钱惠丽、单养平，两位合作了20多年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我知道两位都是因为演《红楼梦》跟许月兰老师、王文娟老师结缘的。惠丽先说说。粉碎四人帮以后啊，我刚刚高中毕业，然后《红楼梦》正在全国各地放映，然后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步行到城里去看《红楼梦》的电影。我记得我的脚都走得已经起泡了。那时候记得在农村呐，没有那么好的条件，只是那个一块荧幕拉起来，然后农民就拿着那种长的板凳，就在那儿坐着看，然后我就哪儿放就赶到哪儿。当时还要读书啊，还要读书，那么每次上午，每次早上，可以说是清晨吧，
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县的广播还没开始之前，那时候叫公社，现在是叫乡。那个公社的广播就开始放《红楼梦》，我就这个时候一早就醒来了，听完以后我就开始起床，然后开始去读书。没有像现在的孩子，现在的那个演员一样，他想学什么可以去买什么。现在什么 CD 啊什么到处都可以买到，我们那时候没有的。我只是从广播上有机会听到了，我就听进去了，就学学。如果他们不放，我就没机会听。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就慢慢的学。后来就是当地的剧团招生，我就去考，考了以后我考的时候也是《红楼梦》，第一段我唱的是王老师的那个粉稿，后来我还唱那个紫娟的那个圈带，然后他们说你小声能唱吗？我说能啊，然后就唱小声。什么时候跟徐老师见的面，还记得吗？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1982年。1982年，26年前。1982年，我记得我是在浙江的某一个地方演出，然后我们剧团的领导写了封信给我老师，说是想见见你，老师给我回音了，他说他告诉我什么时间他在上海，于是我们当地的那个领导马上换戏，带我到老师家。就第一次见面就是直接到老师家去见的面。对，1982年。唱给老师听了。我记得唱的是哭灵，唱一边唱一边抖。您抖啊？发抖。紧张。这还挺入戏的。不是入戏，是紧张。见了徐老师唱哭灵，紧张的发抖。对。老师一看，这孩子好，入戏了。徐老师，您当时看到26年前看到这个钱惠丽的时候，他在您面前发着抖唱哭灵，您什么感觉？因为那个时光呢，我不认识他的。我们有2个老师，一个最宝贵老师，一个徐伟定老师。那么他们驻剧乐队团邀请他们去做艺术指导的。那么他们介绍来说有个小孩，那个叫钱惠丽，他说可能要把那个贾宝玉了什么的。我说我不认识。那么后来他们带到家里来，带到我家里来，他那个时光是这个乡下姑娘，2根辫子，穿一条短短的裤子，花衣裳。我是那个像乡下的女孩子一样。我听出来了，是说看到钱惠丽的时候，觉得像个小村姑。对，刚从乡下上来。实际上是裙子。那么那个时候到我家里来，那么我就叫他唱一唱嘛，他当然发抖了，因为从来没看过这我。那么说看他的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。那么后来他回去以后嘛，大概再过了1年嘛，我们驻剧乐队团到上海来演那个。他们那个驻剧乐队团自己已经《红楼梦》摆好了，在乡下已经演过好多场了。那么后来要到上海来演，那么就不亏老师到我家里来讲了好几次。他说那次到你家里来的钱惠丽，他要到上海来演那个贾宝玉，是不是你到驻剧去叫我给他排一排？那么那个时光我出去是不去。那么后来他们的领导很重视的，提前1个礼拜到上海。那到时候上海接一个地方嘛，他们的《红楼梦》就扒给我看，一看吧。那么那个时光跟我们上海这个小红楼梦那确实差得很远的。那么我说是这样，如果要我排，我要重新返工，重新来。我说你们同意吧？那么他们领导同意，重新把他的东西都翻掉，重新我给他排起，摆好，过去1个礼拜摆好。我觉得钱惠丽，我就心里想看，那今天下午看中这个小家伙，他有灵性，是吧？有悟性吧？有悟性。因为一个演员自己一个戏演过好多场了，你要给他返工，要按照你这来排，那是很难的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演员都知道很难。但是我那个时候给他重排了一下呢，假设7人，他可以还你5人。那么我说好的，那么就这样给他们重新排了以后，就上这个劳动剧场。1983年，钱惠丽第一次来上海演出，
徐兰老师不仅手把手精心指点，还请电视台为年仅21岁的钱惠丽拍摄了《红楼梦》的表演片段。拜师之前，钱惠丽就不知看过多少遍徐兰老师的电影《红楼梦》。徐派唱腔表演的特点早就烂熟于胸，而经过徐老师的一周精心雕琢，在年轻的钱惠丽身上，举手投足间都能看到徐派艺术的影子。其实我的老师当时我们全团人都非常的感动，他一边排戏一边啃着面包，他不吃饭，因为他的胃不怎么好，吃饭他会不舒服，然后在家里是喝粥的，那么他就带着面包给我们排戏。确实，这一周的时间，我想对于老师而言，只是帮一个外地的县级小剧团去尽了一份心。但是确实对于钱惠丽而言，我觉得她有了这么一个机会，展示了她非常聪颖的一面。而且现在看起来，确实当时老师颇有眼光啊。对于这位来自外地的小宝玉，徐兰亦师亦母。生活中，她是一位慈母，细心呵护着学生的方方面面。而在艺术上，他却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严师。直到现在，只要老师来看演出，钱惠丽都会格外紧张。那个时候还抖吗，钱老师？还是抖，还是抖，除非我老师不在旁边。我一直抖到我到上海豫剧院来的时候，他只要在我的舞台侧面看我演出。大戏我倒还好，大戏我前面几场戏抖好以后，抖到后面就不抖了。但是要是演折子戏啊，就一个折子戏，只要老师在旁边一站，我就会抖。到后来老师也不让我知道他在哪个角落，我都不知道。这个你看见徐老师要抖，这个单小平看见王老师抖吗？
我们都害怕老师，我们在演出，老师在旁边看我们演出。其实不应该是害怕老师，其实是对艺术的一种敬畏。那么单小平，我想这个从他看过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之后，就把王老师当成偶像了啊。我跟你说他敬仰到什么程度？我听这个单小平讲过，他说他就是因为看了《红楼梦》喜欢上越剧的，对，并且做梦还经常梦到王文娟老师。对，那也就是说个时候他做梦他都想跟王老师学习。这个他跟您说过吗？没有说您说，我们都说过，今天跟老师说一说。当时确实是这样，看了电影《红楼梦》以后，我的梦里面不下10次在老师的那个形象，一会儿舞台上的形象，电影里的形象是经常，但是老师生活中的哇，今天这次出现是这样的，下次出现是这样那样的，反正一直到我84年第一次见到老师以后，才完完全全的定格啊。台下的老师是这样的。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单小平跟这个王文娟老师的结缘是观众。对，应该说是观众。然后是我觉得我排的第一个戏的时候是《春江月》，就是后来有新颖电影制片厂拍成的那个越剧《绣花女传奇》，就是我们团带的这个戏是第一次进那个上海，是在大众剧院嘛，然后。是在第一场我第一个出场的时候，有一句就是哀鸿遍野，声声哀，声声冤。然后我这句一唱完的时候，全场鼓掌了，因为我一路下来，我们剧院从开始到上海最后一个点，我没有听到过一个掌声。这么惨啊？不至于吧？不是，因为不是一路我们浙江那边也不太很习惯。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是，虽然非常非常喜欢的王派，但是我的唱腔里边还不是很完全的王派。那句是因为是弦下调差不多都差不多的。然后这个掌声下来，那个是第一场，是那个全越剧院的那个老前辈都去了。从袁老师到上面大概有10几位老师都去了，然后我老师也去了，然后我应该说第一个鼓掌把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一路下来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。对，哎呀，我说真的感受到那个上海观众是这么喜欢那个王派艺术。然后戏完了以后是老师上台，这是我是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，真的想见到王老师。那这一刻。大家那个观众嗡到王老师面前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王老师，这个小花旦呢，非是像你，你一定要收下他。对，都嗡着王老师，王老师只是笑，只是那个点头笑。然后第二天，我们团的领导就带着我去拜访老师，这老师就在那天就答应收我委托了，对。”我想王老师每一个年轻演员当时想跟您学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大家都觉得哎呀，我们要跟电影里的林妹妹去学。但是对你而言，为什么看中了她，在她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？我第一次看她演出，看了以后觉得杨平呢，她比较朴素，她的表演她的为人，我看下来这个材料还是不错的。演讲也蛮好，也蛮稳重，是吧？他表演也很朴素，那是一个可塑之才吧。我觉得印象还是不错的。后来就建立那个师徒关系嘛，他也蛮认真的学，我也蛮尽力的教吧，懂了多少反正是无保留的教他。那么我看他那个。表演上呢还放不开，那我特地请了我们那个园里面有一位功底非常好的一位老师，教他裱花，就是经过喷出来的裱花，让他这个人能够放开，打开他的那个表演，所以这个还不错的。这个很有幸。我认识单小平的时候，差不多他18岁，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这个套什么近乎啊？这个人家18岁跟你，这得说渊源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因为我就住在王文娟老师隔壁，
哦，这一点我作证。这个我的搭档王勇跟这个王文娟老师是几十年的，用上海话说那叫什么铁邻铁。隔壁邻居，隔壁邻居，啊，隔壁邻居，是的，我好几次都隔壁邻居见到眼镜哥哥。那个时候，说实话，王老师家里经常会有很多学生来，但是呢，确实，能够最后有机会都住到王老师家来学戏的这样的学生好像很少。好像单亚萍是在你这住过的吧？对对对，我是84年的6月份拜师的，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江浙沪电视大奖赛第一次比赛，那时候老师就教了我一次藏话，藏话是老师一招一式，完完整整的，从头教到尾的一出戏。然后就在演出之前，就是我的头饰跟服装都是老师亲自帮我定的。那在比赛之前，老师叫我提早到上海来，再帮我加工。当时我就住在老师的那个客厅里。1984年，为了给单亚萍备战全国大奖赛，王文娟把这位爱徒留在自己家中，一招一式传授技艺。这些20多年前的照片虽然已经褪色，但单亚萍的这一出《红楼梦》葬花里，却凝聚着老师永远不变的殷切厚望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不管是单亚萍也好，钱惠丽也好，冥冥之中跟两位艺术家、跟自己的老师，似乎都有一种缘分，真的是缘分。是的。你想想，是在小剧团里，让两位大师级的艺术家把他们提携到了大上海，进入了上海越剧院，也才使他们有机会和有一个展示艺术的平台，让全国的越剧爱好者认识两位。其实单亚萍呢，不光是跟王老师，我听说他跟徐老师关系也特好。啊，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，说钱惠丽看见徐老师要发抖，说你跟徐老师之间很亲密。我也会发抖。徐老师觉得这个小一代的林妹妹，这个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觉？因为我他在桐庐到上海来看，我看过他的戏。哦，看过他的戏，我觉得这个演员可以在做闺蜜旦，我们说那个闺门旦，华山啦，什么青衣啦，哦，他是一个闺蜜旦的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做林黛玉，我觉得蛮适合的。哦，徐老师有次他比较文静。哎，徐老师，您没听单亚萍说什么？他说你还骂过他。来，单亚萍，你说这段事儿。他干嘛骂你？我在电话里骂过他一个钟点。训了1个小时。但是这个电话里训了他1个小时。这个骂但是我那个时候叫他，我们要到因为2个小家伙来了，我们考红绿团嘛。我们考了红绿团嘛，就3个小家伙到上海来嘛。上海来以后嘛，我们不是到了泰国啦，到了香港啦，到新加坡啦，都去演出。那么先到那个泰国去演出，我叫他呢，除了那个《红楼梦》林黛玉以外，我说你再可以学一点戏，学一点你身上可以更漂亮一些的戏。那么我们不是金彩凤有一个那个碧玉簪嘛？碧玉簪嘛，我说这个老戏，哇，金彩凤们演的有个样板嘞，你可以向他学一学。我说我们到泰国去呢，不但《红楼梦》2、3、8种的，还有《碧玉簪》，还有梦丽君呢，都带一些戏好。那么我叫他学，他不可以学，他说我学不好。不是我怕金牌唱的好。学不好，我劝他，我这到后来，我也不高兴了。哎，我说我不是教你演丫头啊，我教演主角啊。我说我要教你演主角那么难，那么给你
给你演个丫头，那你要骂人了，我说。这1个小时电话里就生气了，就是那一次。是因为这1个小时平的骂常我也没骂他，他平常还是老师很敬重的。不是这1个小时的骂，我们两个跟老老师师的关系拉近了。无缘无故不会去骂他们，在艺术上是很严格的。对，他们看见我们两人呢，只怕要吃批评了，哪个地方要吃批评了，所以管得比较严一些。哎呀，我说的是这1个小时的骂，把我跟徐老师的关系拉近了。从20多年前继承2位艺术家的衣钵，搭档演出《红楼梦》开始，钱惠丽和单养平就以一份虔诚之心努力耕耘。新世纪里，上海越剧展开全国巡演，《红楼梦》总是最有号召力的主打剧目。南方行、西北行、东北行，无论多么恶劣的条件，多么艰苦的环境，哪怕在高原上吸着氧，宝哥哥与林妹妹都会以最光彩的形象面对各地观众，展现越剧的典雅与柔美。江南越韵能够走向五湖四海，一出《红楼梦》居功至伟。您看看徐王2位老师创造了越剧《红楼梦》的经典。我们说钱惠丽跟单养平接过了这个接力棒，20多年依然做得那么出色。剧不完全透析，演《红楼梦》演了1000多场。有了。在此，我们也希望你们的这个艺术生命，要像老人家们那么一样，如此的长青。我们2位啊，在这儿要祝贺我们的2位老师，到现在为止还那么年轻啊，那么漂亮。希望你们2位能够长命百岁。是。好。你就是那清宫倾城的马。